脚前，安静留心聆听，等候主的旨意，在耶稣的脚前，谦卑屈膝敬拜，瞻仰主的容颜，在耶稣的脚前，安静留心聆听，等候主的旨意，在耶稣的脚前，放下一切挂虑，完全相信，完全交托。在耶稣的脚前，献上一切所有，毫无保留，我敬拜你。在耶稣的脚前，放下一切挂虑，完全相信，完全交托。在耶稣的脚前，献上一切所有，毫无保留，我敬拜你。在耶稣的脚前，放下一切挂虑，完全相信，完全交托。在耶稣的脚前，献上一切所有，毫无保留，我敬拜你。
生命，基督降生病的兄，着着比赛的金光，为阳光的新的王，一冠天定所在，永远不变的存在，后来看来的好的，最初路。天比降落新的家，甘愿我是听肉体，我是甘人当徛起，咱的主伊马落里，着听天使的金光，为阳光的新的王，无路平安的。一时间你就尊重，更令我命已所属，平安一定已拢有。放撒眼光真谦卑，出世好人无过失，出世高声万百姓，出世好。
人聽透視，要聽天西的ยิ้光，歸眼光的心前往。愿上帝的名愿赐福愿，当予世界知你的道路，上帝啊，愿列邦学了你，愿万国快乐，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列邦。上帝啊，愿列邦学了你，地已经出土产，上帝要赐福愿。阿们。上帝真正是咱的上帝。
亲爱兄弟姊妹，主耶稣要搁再临到伫咱的家庭的内底。愿咱伫新的一年，用信息的上帝来领受愿望，用咱的心来听，圣神甲咱讲，有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，毋是甲别人有关系，是甲你、甲我个人有关系。开咱的目睭，用信仰的目睭，脚步，亲像西面讲，我已经看见救恩。亲爱的弟姊妹，愿主耶稣，搁一摆伫这个年底的时，互咱甲伊的关系，搁重新充满火热的连结。咱甲主耶稣讲，对年底到明年的年底，对年头
到明年的年头，主啊，要甲主你同行。主听我祈祷，恳求你听我求，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圣诞节是一年的结束，嘛是新年的开始。也即咱家己为着咱的家庭祈祷，因为主耶稣讲求就互咱，吹就拄着。决志做真实的基督徒，也即咱同心互相鼓励，做真实的基督徒，也即为着咱的家庭祈祷。主帮助阮做真实的基督徒，主帮助阮过圣洁的生活。主耶稣讲：“你爱我为恁做生命。”如果主耶稣若是对你讲：“爱我为你做生命”，你的祈祷是什么？
关注听咱的祈祷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恳求你听我求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恳求你听我求，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来敬拜伊，来敬拜咱的主耶稣。上帝是神，咱就用神、用诚实来敬拜伊，就谨慎回想主耶稣所讲的话。无拄拄叫我主啊主啊的人，拢会通入天国；无拄拄叫我主啊主啊的人，拢会通入天国。上帝是神，咱就用心神、用真实来敬拜伊。愿主耶稣降生伫咱的生命，互咱的生命真做基督徒的记号，互人伫咱的生命中看见，咱因为信仰生命改变，咱因为信仰生命发光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恳求你听我求，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恳求你听我求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兄弟毋免惊，无论拄着任何情景，看如烦恼，主耶稣带来伊的福音，因为天使讲，伫至高的所在，阳光归伫天父上帝；伫地上平安，归伫伊所听的正经字。兄弟，交托互咱的上帝，上帝知咱的祈祷，上帝听见咱的祈祷。阿爸天父知影咱所拄着的困苦，上帝伫要伫咱一切的困苦、艰难、危险，上帝就是以马内利的上帝，伊要担当咱的重担。主耶稣讲，既然劳苦背重担的人，通就近我。上帝知影咱的苦楚，祈祷就是行动的开始，兄弟，祈祷就是倚靠的开始。祈祷嘛是经历着上帝的帮助。
这，咱家己为着咱的重大祈祷，交托伊。伫这个圣诞暝、平安暝，纪念主耶稣的恩，也即将咱的重大，将咱伫一年中间的过失、罪过，咱求主怜悯咱，咱求主怜悯咱。主求你怜悯阮的兄弟姊妹，说事到这个年底，阮也有重担。亲爱的主耶稣，听因的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当阮相信你的应允讲，劳苦背重担的人，要得到讨帮。主耶稣接纳阮伫你面前的交托，容阮阮同心祈祷的时，你的教会会通将阮同心的兄弟姊妹摆咧伫你祭坛前，求你接纳因手中的劳苦忧愁。求你接纳阮伫你面前的悔改真罪，主耶稣听阮祈祷。除了你以外，阮无别的救主。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恳求你听我求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主要找见咱，活伫噩梦的中间。主要找见咱去传噩梦的福音，所以主的确先将这个噩梦收束予咱。求主将怜悯的心放伫咱的心内，互咱熬怜悯人。因为耶稣讲，怜悯人的人，因要得到怜悯，因为因是上帝的囝子。亲爱的姐，为着咱家己祈祷，求上帝将怜悯的心放伫咱的生命的内底。有的人讲话真消极，有的人讲话真够口舌，真够批评。愿主将怜悯的心，将噩梦收束予咱，互乐观噩梦成做咱的品格。咱为咱家己祈祷。
主伫圣诞节，阮除了分鸡龟仔以外，阮了会当分什么？主伫圣诞节，阮除了分圣诞歌仔以外，阮了会当分什么？主伫圣诞节，阮除了请人食羊肉炉以外，阮了会当做什么？主求你将对天灵来的愿望，是无人会当夺取的愿望，赏赐予你的学生受请诚侪基督徒甲教会，主求你予你的教会看见人的需要。万米尊重，有着万米尊重，有着万米尊重。何地当敬求主将我，就弄得像我，也唱好，山也变弯，欢喜的声无线，欢喜的声无线，欢喜的欢喜的声。咱同齐用主甲咱的祈祷来做咱的祈祷。愿伫天日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人亲像伫天人。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伫试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们。关于奇妙的圣诞节，带予你奇妙的喜乐。若需要无需陪你祈祷的人，你通到头前，咱做伙祈祷。平安暝快乐，平安，明仔载是平安暝吼，所以今仔日嘛算平安暝。